下考好游戏，做得本水流动爽呢。因为马个神奇的声音，做得本同学受到安防意嘞。大家都超平地，高矮坤哦。游客家搞考好，今年又带来马个神奇的游戏呢。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最精彩、最刺激的一个比赛。一下就来看下体验咯。今年司机到车先生来到面路，对面路也答呀，有一项当初那个设施哦，也是面路嘅面貌呢，该出嘅点点沿路有个水准咯。阿妹就会去到河坝地度洗衫，负责春节嘅阿爸就会关心水嘅流向和流量，因为也是关心到几年嚟嘅农作物嘅舒适呢。一下，会做了解，到客家中仲有关系嘅水准咯。文大哥，阿叫我看到呢。嘿，司機咯，你係佢叫冇看到嘅你。文沖涼，新一台面容後生，希望保護面容水準，推廣客家現象文化。呀，水準啊，對面容嚟講啊，要嘛嘅重要性嘛。你加上每天都要加面容，係呢啲可以講嘅所在哦。所謂講講文化保存啊，吼，整個產業發展啊，吼。你看到一種具有你們特色所在嘅話，大家也就全部都跟水準都有關。真勁啊！其實水準呢東西嚟講，佢做行係嚟台灣開始咧推廣嘅，吼，係你老祖先都曉得啲啊，都講應該推備作準啊。都啲人推備作準，啊，各位分界也都無變啦，吼，都得成辦法。就像文太哥講嘅，水準就係本上去做生意嘅世界。被認證有水準，總頭長做的發展。像上戲嘅樣式，客家老祖公，但是喺到愛山嘅當，農作物嘅飲水就變做天災解決嘅問題。故說水準嘅發展是當初咗嘅喲。係你後坤後尾有做啲人啊，而家嚟講，左邊有個水溝都所謂講嘅義洪道，都講埋咯。發天窗嘅水嗬，四種水係你右邊也上，一邊南以來嘅發天窗嘅水。我左邊一邊係你都講一發天窗嘅水嗬，倒出來部分啊，都啲特別義洪道。係啊，就比講下地下嘅時候，都啲啊，如果都面龍係嘅，也係都面龍係哦。水轉水咯，冇提下這邊，提喺這邊咯，要看到地方咯，一這樣計下有啲屬於差唔多同同時講嘅所在。一水呢，都啲啊，就喺地裡嘅時候呢，再接發天窗下來水啊，啲這邊啲底下睇過一個啱潭啊，啲底下高啲，啲啊嚟穿水，看到冇？水準呢，水溝睇見，都啲喺行水，那有啲有啲面容嘅講。老師，按水準啊，就像高速公路咁樣嘞。是啊，就像我們來之前看到啊，一塊稻田的旁邊呢有2條水道，這邊的水道高，這邊的水道低，那麼高處的水就會流到田裡，那田裡的水又流到低處，那這樣子的話呢，就各走各的路啦。謝老師，按你啊，你就做點有輕度嘅遊戲，問同學來搞哦。就像虹吸原理呀、灌溉渠道啊，我相信那些同學一定會玩得很開心的。唐叔文太哥對面容水準嘅小嘅過後，各位同學，一下作為老頭爺爺、平鎮貴族嘅同學，大家共下來體驗何家有神奇嘅河學白通路。同學，我們現在歡迎謝老師。各位同學好。看完水圳的介紹之後啊，原來水圳是利用它的水位差來輸送整個水道的流水。是啊，所以呢，我帶同學在教室裡面做一些活動，體驗一下這個水位的高低差。在教室裡面也可以玩水圳的遊戲哦。是啊，所以我們先在教室玩了以後，再到外頭去做，那同學呢就具備有一個水利工程師的一個基本條件嘍。到底要怎麼玩呢？我們就是要在保特瓶上面鑽一個洞，然後注滿水，就可以讓同學體驗水位的高差對於水利的輸送的影響哦。先生講啊，一個遊戲係用塑膠罐呢撈水，體驗水位高大差造成嘅水利輸送現象，有乜嘅無共用哦？各位同學啊，接下來呢，聽下上課哦。同學啊，你們猜猜看，那我在上面蓋住的時候，這邊水不會出來，是什麼作用？什麼？打起來。好，
然后呢，再给同学猜猜看，我这瓶水呀，从上面呢放到一半，所花的时间跟从一半到底下全部流光光所花的时间会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一样的举手。不一样的举手。哇，老师太加就钱无 Q 用的哦。下一个问题呢更困难，就是上半段呢的时间长，还是下半段流光的时间长呢？这个然后留嘅時間較長嘅，加速，加速。耶，3票 ，OK。下杯留嘅時間較長嘅，加速。好，比较多人。那到底是上面比較快，還是下面比較快呢？注意看哦哈，開始哦。係講啲高水比開始，我用結構當作嚟流到一半哦。6、7、8。總共用得8秒鐘誒，水足足嚟流到一半咧呢。誒，梗係講晒下來，啲大水比開始流，梗要用結構嘅時間咯。1、2，大家一起來，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哇，老師，對，真的流得比較慢呢。對呀，因為呢，這個水啊，從上面流到底下的過程當中，哈，在上半部呢，它的高度比較高，而且呢，剛才同學們有沒有發現，當水從上面開始噴的時候呢，這裡噴出來的長度比較怎樣？長。那就代表水流出去的速度比較快，對不對？啊，水既然流得快，那花的時間就會比較短嘍。對。哎，有同學啲係因為馬街嘛？哦，係馬街。因为那个水位上面水位比较高，所以会把下面水位压下去，然后那个压下去的时候会把水喷出来的长度比较长。大家给他鼓励鼓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度差，那会造成水的壓力差。八通中，人老所搞乾嘅撞冷水，啲乾嘅地度鑽入孔，讓水流出來。這樣開始飆水嘅時節啦，因為水位嘅落差動態，飆出來嘅微粘度，有所流速較急，有啲半個嘅時間就會較短。不過喺乾嘅地度，像有半乾水，水位落差較細，飆出來嘅微粘較少，轉變成嘅土粘就會變細，嘅次然水嘅流速就會變較慢。流出來嘅時間呐，就會較長咯。哎，老師，我就知道水一定是從高處往低處流，對不對？那可不一定，說不定啊，這個水還可以從低的地方超過水面再流出去呢。啊，有這麼神奇？大家想看哦，準備水桶到一件又長嘅水管，睇你幾條水呢？到阿妹好用嘅碰線針，想看啊！我用完要壓掉東西，水才會流光上咯。馬桶跟水啊，全部流掉，而且用這個管子哦，只能用管子哦，想辦法用管子讓這桶水全部流光光。還有一個重點是，不可以在桶子上面打洞，也不可以把這個水這樣子倒掉，只能用這個管子把水流出去。開始想辦法，為什麼你要想要綁起來？這樣才可以插到管子，按鏘哦。不用多底部度，沒有反應。然後用那個水灌進去的時候可以上來，灌進去的時候可以上來。可以啊，只能動管子。可是他們瓶子不可以動。用漏水。哦，對哦。等下，你到底要怎麼用？用吸的。啊？說什麼？用吸的。用吸的，從哪裡吸？嘴巴吸。你去吸，快點，你去吸。不怕你，去吸。沒吸。怎麼吸？示範一下。嘴巴吸這裡，可以吸的嗎？同學，你叫什麼名字？陳亮儀。大聲一點，叫什麼名字？
名字？陈亮仪。好，你要自告奋勇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那你会不会害怕？会。会。不要害怕，我们帮你加油打气，好不好？好，我们数到3，然后你就开始吸，让我们同学帮他加油，好不好？好。1、2、3，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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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看到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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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成功了！我们帮同学鼓励鼓励，好不好？哇，很强哦！好，安尼记住叶片看的同学有马人的叶嘅原理，係嘛嘅名？吸管原理。哇，看起来人家的同学都动静咯。你看这里，我用脚盖温水做的草果门。今天好，反正这个很硬。这样子啊。不过，也咁係應該嘅風景原理做成嘅喏。哎，成功了！我们帮同学鼓励。下你看做咩啦？俺做到參加嘅同學對風景原理有下那成嘅體驗麼？聽日風景原理，我準備嘅材料有20塑膠罐呢，一些嘅紙尿奶，1支做空用嘅剪刀，還有2支做的拗嘅竹竿。材料準備好啊，一下按住個先了嘅風景原理係乜嘅？第一步，做撈乾嘅裝水，乾呢撈竹竿就會形成連通管，用隻竿呢滴到嘅水邊高土會向用，該就會講向到水平面。係講搞蛋糕嘅竹竿拗降下，雖然竹竿嘅最高點比竿嘅底度嘅水還那高，不過因為竹竿嘅出口比水面還那大，故所水向用未做得超過竹竿嘅最高點流出來，這就係風景原理哦。具體規則，除了撈竹竿用到竿嘅底度去，撈水滴竿嘅底度跳出來，不過2支竹竿天才會夾好來，韓國竹竿一定會釀到大風哦。堂體技術過後，同學啊，一定唔差嘅同數開始做咯。哇，佢要動數都計用嘅哦。那個阿 V 同學就會成功咧。堂課那天有蠻做嘅。前面測試了3次，然後那個後來要用的時候用了那個也是3次。那剛剛老師有說這個叫什麼原理？連通管原理。幹嘛這麼害羞？連通管原理。哎，等一下，同學，等一下，等一下。哎，我看到你做的很漂亮，我來看一下啊。哇，這粘土，它粘土鋪得很漂亮哦，而且都不會漏水。你測試一次給我看，好不好？開始。看你的手。快弄完了。那啊，我知道為什麼沒有漏完，因為你的吸管沒有放到最底。同學啊，人家有講過，一發通嘅關鍵，除了竹竿、粘皮嘅竿嚟帶，唔好半空氣流水照出來。誒，同學，夾夾來哦，我認數咧，睇下嘅作品夾夾幫到公開單哦。呀哈，我來看一下大家做嘅成品哦。哦，有一支作弊，先掉咯，安尼做唔得咯。趕快拿起來，快點拿起來！準備作弊呢？我沒有，完全沒有動到它。戳動的地方位置都不一樣哎，你看從這邊看過去，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不要緊，我們只要看它能不能把水流光光。哦，安尼唔會有影響。它只要這邊不漏水、不漏氣，然後而且吸管有插到平底的話，它就會漏光光了。哎，那好好看一下，大家嘅吸管有冇插到平底哦？看看。哦，大家都插到平底，高矮坤哦，流水嘞！給你3秒鐘時間，快！同學啊，都在了。看一下，等太久了，他都流汗了，幫他擦一下汗。那我們
们站在瓶子的前面，我们自己做的瓶子前面在哪里？各就位。我要倒数喽，5、4、3、2、1。好小。哎呦，是谁啊？自认自己的水可以流光的举手。那边怎么没有信心啊？同学，会不会流光啊？没有流光，我收场10圈。好，然后马上过来，流最快。我没有。真的，欢迎第1名，这个是蔓延，要导演。哎呦，我那要听的。演了，欢迎你哦。好，谁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是谁？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是谁？快点，大家指出最后一名是哪一个？哪一个瓶子最后一名？我发现啊，这一组6个瓶子都流光光的，来给自己拍手。可是呢，这一组呢6个瓶子啊，有2个瓶子的水没有流光哦。啊，你看呐，抓到了吧？吸管没有放到瓶子最底下，对不对？是，这个瓶子的吸管有插在瓶子底下，为什么它没有漏完呢1、2、3，漏气。漏气。气流出来，马该气流出来呀！然后放起声音甲管的撞冷水，系讲因为要用机接管无接线，就会从樟树沙甲管的中央水流唔顺。不过系讲管的地头个水面，电到从用机接管甲接线安排，也是这啦。接线甲蔬菜甲管的地头个水面太起压地中央，韩国无水理查，安样水就冇办法顺利流出来。同学啊，用你的地也甲关键系伫哪里冇啊？就讲我接本一线，当做的顺利，然后要应付完成咯。故说大家做嘢嘅声音，要注意推热点哦。哇，老师，你准备按多嘅东西哦。对呀，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最精彩、最刺激的一个比赛。哇，按多东西嘅游戏，一听气好高哦。那当然咯，你看看哈，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压条，还有筷子、剪刀什么工具的，还有2个水盆，还有1桶水呢。那我们希望啊，同学哈，从这个桶里面，然后把水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那一桶。对，那我们教室里面所有的用具，他们都可以拿来使用。老祖公嘅自闭水准，佢对农业嘅发展，到总头嘅生发是当初了解哟。呀哈，现在利用水准地度，随便各大茶输水嘅提醒，来做出这个广阔嘅水路哦。通过2组嘅比赛，用空天线嚟嘅管呢，做出咗嘅流水送到最远嘅水路，利用现场看到嘅东西嚟做水路各大茶嘅微调哦。比赛开始喽，看同学当日这个表情。出题就是当用心地用材料做佢哋嘅水路哦。阿贤同学佢用嚟从黏带嘅、蜡烛块嘅来加注送水嘅管呢。2组嘅同学啊，是当日就当三忙，要强下来完成一项体验哦。哦，看来你们讨论好了，对不对？你们打算怎么做？都是动延长很多。先延长啊？是延长什么？管子。管子啊。管子，那你们用什么方式延长？胶带粘起来。胶带粘啊，我们看一下。可是这样你会漏水怎么办？再捆啊。再捆。新民伟同学为什么要把水搬下来？因为太高，那个水过不去。哦，太高哦。你是说那边的水比较高，这边比较才过得去啊？对。上不合作，上真人吃，时间唔爱擦。推理判断，问题解决。哦，比赛就听得挺精彩喽。那不够高。应该是那边不够矮，是不是？你干嘛？你要接那边哦，等一下。对哦。哎，那边拉高一点，这边拉下来。断层。第一项送水比赛嘅过程中，
两组嘅同学都做到，水系因为水嘅高低位差，会影响到水嘅送气热。故说啊，佢哋用现场所有嘅工器来做公开水路嘅微调，下高一系列嘅水路虽然做得送出水，不过冇那热；下大一系列嘅水路咧，就会冇办法顺利让水送出来。同学对调出水路嘅概念是有同道嘅认识咯。上来，那组同学会先成功让水送出来呢。哇，越接近尾声越紧张哦。我们现在就要看谁的水先流出来就先赢喽。快点，我们来看。水流出来了，这边点，快点，快，流出来了。这位同学呢？我也好紧张哦。同学，快点，这么快 Yes，耶！再帅，耶！这组同学水流出来了，这组同学获胜，给自己掌声，耶！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有这种共识要做这种水圳呢？不予置评。因为前面比较高，后面比较矮的话会流得比较长啊。所以很团结的把它做好了。重点就是大家都很团结哦，给自己一次爱的鼓励，预备起！本来以为那些灌溉的东西都是普通的水沟，没想到一些客家农村的用具也可以发挥科学原理。今天的实验让我学习到很多。最重要还是互助合作，一起同心协力。就是可以从动手做实验中学到平常在课堂上没有教到的东西，就是感觉很新鲜、很稀奇。水係大自然不能最寶貴嘅寶物，同時用老祖公作水中嘅智慧，水流過天丘，唔但將帶來農業嘅發展，並形成莊頭，還陪年老人行下錢。今日人透過了解水中嘅文化，學到用辦利用科學原理，輕鬆流水啲大嘅位所，本水流江上，再個流江下。同時開始試做，喺快樂學習當中啊，用很難輕鬆嘅方式，實現客家老祖公留下來嘅生活智慧哦。